来看这条新闻，这种微型奥多拜即马是真侪。今早起伫宜兰发生一桩死亡车祸，是一台发财车和一台微型电动奥多拜相撞。也因为这种微型电动车去年11月立管，虽然是爱挂牌也爱投保，不过唔免考驾照，满14岁就当骑。真侪移工拢买来骑。宜兰这桩死亡车祸，真有可能是这移工无戴安全帽造成的。交通部也讲会加强宣导。救护车经赶到路口，一个查甫人一直咧握手，看起来真着急，因为现场都发生一个车祸事故。好像有看到他反过来，再往回去就撞到了。他是撞我侧面的，因为我也不知道他没有减速。警察来到现场处理，敢若看到小货车停伫边啊，司机这边要弄到分裂，也另外一边一台红色的车倒伫路边，车架拢变形啊，车体零件也散到规涂骹。原来发生烧弄的是一台微型电动的2轮车，改过可以到120，现在要挂牌。要挂牌哦，只是说他们还没有挂这样子。有的是他没有证件，他不能挂。已经检测双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本案将报请检察官相验。代志发生伫23时7点外，东山乡三中路甲三乡路的交叉路口发生一个微型电动2轮车甲小货车相撞事故。该2轮车是大约30岁外籍移工，相撞了后赶紧送病院，到院进前失去喘气心跳，尾也宣告不治。详细车祸原因等待警方调查。不过外籍路港来台湾，交通问题也引发讨论。包括后面的实际的考照的过程，包括后面过户的法规的保险的这些，到底有没有移工相关的模具，很难的取得机车驾照。国际路工协会讲，外籍路工要伫台湾摕到驾照本身就真困难，连这个交通工具也被限制，本身就是真大的问题。原来这微型电动2轮车其实有规定，时速爱25公里以下，通过审核认证，并且打合格标签才会使骑。不过因为免行照、免驾照特性，恐惊要骑车的人无都熟悉这个交通的法规，严重危险。关的一个地方政府跟相关的劳动机关有持续宣导外籍移工朋友们在骑乘的时候要注意相关的交通安全规则。依照规定，微型电动2轮车依法小慢车类，等级甲一般的脚踏车同款，所以讲免考驾照。交通部另外也强调，相关道安观念拢有定期来宣导，希望用路人共同来遵守。记者综合报道。